我叫残王罗布，我今年26岁，我来自西藏。大学的时候，我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学钢琴表演专业。毕业之后，我就考上了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公务员，是一名钢琴伴奏。2019年，在另一档节目里，我见过李荣浩老师和汪峰老师。刚才那首歌的歌词总共唱对了只有4到5句。当时李荣浩老师教导我一定要扩充我自己的中文歌的曲库。李荣浩老师的话对我触动很大，所以这次我来到中国好声音，我咬字方面认真注意多了。希望这一次李荣浩老师可以看到我的进步。胡计划为我加油，耶！罗布，放松心态，好好唱歌。你一定要进入到音乐状态里面，把你的情感一定要好好表达出来。Shoot